各位鄉親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講點解開平碉樓可以成為世界文化遺產。首先，開平碉樓嘅建築風格獨特到爆，實屬係世界上之罕見。佢巧妙融合咗中式同西式嘅建築風格，結合中式嘅堅固實用同西式嘅精美典雅，兩種風格喺碉樓上碰撞出奇妙火花。每一塊磚同瓦都好似有生命咁，訴說住過往嘅華僑文化故事。所以開平嘅碉樓與村落，亦都俾人形容係世界萬國博物館。從歷史意義嚟講，佢承載住金山伯門嘅奮鬥歷程。舊時開平艱難，金山伯背井離鄉去外國打拼，賺到錢返咗起碉樓。碉樓唔單止係居住嘅地方，更係佢哋衣錦還鄉嘅榮耀象徵，見證住一段段艱辛嘅奮鬥史。而且開平碉樓體現出中西文化之間嘅深度交融。華僑金山伯門將外國嘅建築理念帶返嚟，結合家鄉本土嘅文化傳統，創造出呢種獨一無二嘅建築形式，反映出當時華僑同家鄉之間嘅緊密聯繫同文化交流。朋友們，聽完我講，你哋對開平碉樓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係咪有更深理解啦？你覺得開平碉樓最吸引你嘅地方係咩呢？評論區留言分享下。想了解更多華僑文化故事同埋開平碉樓，記得關注我哋賬號，下期更加精彩。